全屋設計以白色襯托深淺木色為主，配搭暖光燈效、無主燈設計，營造低調奢華感。咁戶主咧本身咧，佢係希望我呢個單位可以比較簡約啲啦，同時間咧佢需要一個比較多嘅收納空間。男戶主方面咧，佢有一個要求就係佢其中間唔中嘅時間咧都會喺屋企工作嘅，咁所以希望其中一間睡房咧係可以打造翻喺一個書房嘅位置。同時間咧，女戶主亦都希望喺個設計入邊咧融入翻少少北歐嘅味道。設計師喺入門位置做咗弧形棚架天花，打破以往一入屋見到平面天花嘅單調感覺。依間屋嘅缺點咧，就係一入門口嘅位置，玄關個位置比較窄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令到客人可以入門口就擺到鞋，所以我哋將個鞋櫃就擺翻入去廳嘅位置，咁就做咗一組嘅高櫃，伸延翻去呢個客廳嘅位置啦，令到成個感覺咧更加整體同埋舒適咯。設計師認為客廳旁邊嘅呢道氣窗融入唔到原先嘅設計風格。我哋就做咗一組高櫃，去修飾咗呢一隻氣窗啦。同時間喺嗰個高櫃入邊咧，我哋就打造咗一個磨砂嘅玻璃掩門，咁啊希望保留翻一啲採光。喺地板選材方面，選用咗比利時嘅仿木紋地板，硬度同防水能力都相對比較高，容易打理。兩間房嘅細房咧都比較細小一個面積，咁啊當初咧客人咧就係話我唔希望喺平時一般嘅掩門上邊咧會影響咗佢使用嘅空間，咁所以咧佢一起手嘅時候已經係希望我可以用一個趟門嘅效果咧去擺喺呢兩間睡房入邊。咁由於客觀嘅環境上邊啦，咁佢唔夠足夠嘅位置咧去容納咗兩道趟門。咁所以同客人商量過之後咧，咁咧我哋最後採納咗一個叫做單趟門嘅形式，就係話一隻門去處理翻兩道門嘅位置。三間房間嘅窗台位置比較寬闊，設計師繼續貫徹客人嘅收納需求。喺所有嘅窗台位置入邊咧，我哋都做咗一啲儲物嘅櫃體。另外咧，我哋希望咧可以營造翻一啲舒適啲嘅氣氛啊！咁所以喺一個櫃體面咧，我哋全部都加咗啲軟墊，咁可以提供翻俾戶主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坐喺窗邊去休息下、睇下書啊。個浴室入邊咧，我哋希望可以做翻一啲比較酒店少少嘅氛圍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將客廳一啲木系嘅元素同埋弧系嘅弧形嘅元素啦，加埋一啲條子嘅修飾咧，就擺翻喺個兩個浴室入邊，咁去打造翻一個比較柔和啲同埋高級啲嘅感覺咯。